提到維港地標，一定唔少得佢位於中環嘅匯豐總行大廈。講一啲大廈嘅小知識俾大家聽。匯豐總行大廈喺1985年落成嗰陣，曾經係世界上造價最貴嘅建築，當年用咗52億港幣去興建，係一般商廈造價嘅3倍。而旁邊嘅中銀大廈就只係用咗10億港幣去興建。興建呢棟大廈嘅人係依家喺建築界好有名氣嘅諾曼福斯特，佢同興建中銀大廈嘅貝聿銘一樣，被奉為建築大師，同樣攞過建築界最高殊榮嘅普立茲克獎。到底匯豐總行大廈嘅造價點解咁貴，又有咩獨特之處，令佢經歷40年嘅時間洗禮，一啲過時嘅感覺都冇呢？匯豐總行大廈嘅最大特色係佢將傳統放置喺大樓中間嘅樓梯、升降機同洗手間安置咗喺大樓嘅兩側，令成座樓層無需要俾呢一啲間隔去阻礙視野。為咗做到室內無柱，成棟大樓以鋼框架結構取代混凝土，喺外牆以8組睇起嚟好似衣架咁樣嘅三角形桁架去支撐。銀行嘅大堂並唔係喺地下，而係喺1樓。顧客乘搭扶手電梯往上，就會見到樓底有成10層樓咁高嘅中庭。至於地下，就變成市民可以任意通行嘅開放空間，設計概念新穎。銀行嘅採光同冷氣系統亦花咗唔少心思，例如大廈近皇后大道一邊，外牆裝設咗反光板，將陽光反射到室內，同時將冷氣口由傳統嘅天花板轉移到地面。冷氣系統係用海水冷卻，比起一般使用食水冷卻環保。有指匯豐銀行大廈嚴重超支嘅原因，除咗因為鋼材、玻璃等等嘅建築材料比較昂貴，另外最主要嘅就係諾曼福斯特喺事前用咗好多錢去進行風力、陽光同埋溫度測試，希望自己對環保嘅可持續理念可以透過建築實現出嚟。52億嘅建築係咪值得，就見仁見智。但建築師諾曼福斯特就憑住呢一棟大廈名利雙收，躋身國際一流建築師之列。